这点钱明天半壶都买不了。你行行好吧。给他半壶。老板，你这钱不够。太原不是山西的首府吗？怎么这么萧条啊？全指着这点粮食了。给他，给他。谢谢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行行好吧。有钱没钱？没钱滚蛋。老板，我已经5天没吃东西了。怎么买啊你？大姐，请问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？哎，买米啊！谢谢。买米？这城中只有这一家粮铺吗？为什么要排这么长的队伍啊？这位小兄弟啊，您是过路的外地人吗？难道您不知道这里遭遇了几10年不遇的旱灾？这个我当然知道，只不过这朝廷不是已经调拨了赈灾粮吗？你们都没有领到吗？你还说朝廷的赈灾粮，我们一粒都没见到，只看到这米铺的米价，倒是翻了翻的往上翻跟头。吃不起饭了。老板，这儿的米怎么卖啊？你们那边不是有告示吗？自己看去。还要涨价呀？半壶，给他半壶。好嘞，半壶，后面跟上。是啊，饭都吃不起了。后面跟上，给他半壶。行了，走吧。你卖每斗2000钱。下一个。哎，接着点儿。老大，你什么时候下来？哎，你以前跑江湖的时候，这米卖什么价格？那要看是丰年还是小年了。如果是丰年的话，一升差不多每升约10到12钱，1斗是10升，所以差不多就是100到120。但如果是小年的话，收成不好，那价格会翻1倍，差不多每斗200到240钱。龙小弟，你知道2000钱意味着什么吗？不行。若在以往啊，能买头猪了。不行，走。主子，下一个，给他。您先别着急啊，咱们还是先办完舒总兵的事儿吧。走，要买赶快啊！明天又不是这价了，快点啊！老奴参见丽嫔娘娘。嬷嬷免礼。娘娘可要节哀，娘娘比之前在家里清瘦了许多，下巴都尖了。娘娘在宫里享年千人，茶不思饭不想的，所以啊，自然是清瘦了许多。哦，是不是在宫里饭菜不合娘娘口味？娘娘小时候最喜欢吃奴婢做的羊乳蒸糕了，奴婢刚刚为娘娘做了些。啊，嬷嬷有心，只是本宫现在什么都吃不下。哎呦，这可不行，老爷现在不在了，娘娘更要保重身子。娘娘小时候不开心，不肯吃饭，但凡闻到老奴做的羊乳蒸糕，就会胃口大开。娘娘，来，您闻闻。啊，先拿开吧，先拿开吧。娘娘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您之前最喜欢的味道，怎么现在一闻就想吐啊？我现在不喜欢这个味道了。娘娘是不是现在嫌弃老奴了？来，知道了吗？好，老奴明白，老奴明白。娘娘，您好生养养身子，奴才先告退了。可算把他打发走了。一欢，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呀？我跟他说，你怀了楼种，而且这舒大人死的蹊跷，后宫嫔妃又争宠争得厉害，所以这事儿千万不能透露给别人。你这个小丫头，撒这种谎你还不害臊啊你？那
那怎么办呀？你看他在那一直唠唠叨叨的，我要不说这些，他能走吗？哎，不过徐姐姐，如果以后你再嫌他们的饮食不合胃口的话，就不怕别人看出来了。那倒是。可是这府上都是舒府的老人，该不会被看出什么破绽吧？舒剑已死，你的危机就解除了。而且这府里都是下人，即使你露出什么破绽，他们也不敢对你的身份提出质疑的，放心吧。主子，整个书房已经翻了几遍了，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主子，您瞧瞧，这些文稿，新的旧的，这样混杂在一起，这说明我们来之前已经被人翻弄过了。看来这舒府的下人也被刘德昭买通了，书剑留下的文稿都已经被清理过了。主子要不要会一会以刘德昭为首的山西官员们？万万不可！主子，您要顾着自己的安危啊！我看不如等舒总兵下葬以后，咱们就赶快回京得了。就算我不会会他们，他们也应该会来见见我这个钦差大臣吧。主子，各路山西官员前来吊唁，为首的有按察使大人和布政使大人，还有山西巡抚刘德昭的护卫孟祥和。看看，我所料不错吧？走吧，出去会会他们。主子，那您可千万小心点，别让他们看出破绽来。放心吧，我刚亲政不久，这帮山西的地方官员还没见过我。是。参见见礼平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启禀娘娘，刘大人经闻舒大人噩耗，心情十分悲痛，本想立即赶来，却因太原府所辖诸县旱情升级，大人忙于政务，无暇亲自前来祭奠，故先派我等前来吊唁，并来向娘娘请安，请娘娘节哀。皇上破例恩准本宫回乡葬父，此乃皇恩浩荡，本宫感恩不尽。但此事不宜声张，也不便劳烦诸位大人，还请诸位大人代本宫向刘大人致谢。刘大人与家父同僚数十载，感谢他对家父的关照。在下一定将娘娘的话如实禀报刘大人。见过钦差大人。诸位同僚免礼。龙大人奉旨前来查办舒大人遇刺一案，刘大人托下官转告龙大人，我等山西地方官员将全力协助龙大人查案，若有需要之处，敬请吩咐。那就多谢刘大人和诸位同僚了。看来咱们的一举一动果然尽在刘德昭的掌握之中。这刘德昭的架子够大的，自己不来，只派了几个心腹的手下前来吊唁。主子，这刘德昭说不定真的是去巡查灾情了。我才不信呢，他肯定不是什么好鸟。主子，奴才有句话
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这不是在宫里，这么小心翼翼干嘛？有话只管说。主子，我们出来所遇到的事情，虽无真凭实据，可桩桩件件都很难说跟刘德昭没有干系。这随便挑出一件就够砍他脑袋，如果全都加起来，他有100颗脑袋都不够砍呐。所以，我怕他知道了主子的真实身份，会狗急跳墙，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来。主子，您要是听到什么、看到什么，可千万要忍着，万事等咱们回了宫再计较啊。这山西太原是刘德昭的地盘，咱们确实得小心一点。主子，听说外头饥民在闹事，把整个府衙都包围起来了。走，看看去。你们这群刁民不要命了吗？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！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巡抚衙门军机重地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胆敢硬闯，就按律拿你们下狱。我们都快饿死了，还怕坐牢？快叫刘德昭出来！对呀，出来！易欢呢？他呀，准是仗着自己轻功好，溜进府衙打探消息去了。这个丫头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你带人去找找，别出什么意外。好。乡亲们，听我说一句，稍安勿躁。想见刘大人可以，可是今天呀，他出去巡查了，你们围在这儿于事无补嘛。要是再不出来，我们可就冲进去了。对，冲进去，冲进去！保退！我不想活了是吧？保退！我看谁敢上来！给我拦住！保退！嘘！拦住！赶紧扶着我呀！我数1、2、3，开门啊！哎呀，乡亲们，你们不是要见刘大人吗？刘大人来了！我告诉大家啊，今儿个天没亮，刘大人就去巡查几个受灾最严重的县，到现在呀，米水未进。大家看看，一脸菜色，啊，都饿瘦了。主子，无论一会儿发生什么事，您都暂且忍着，省得咱们大草惊蛇。父老乡亲们，大家这么急着见本官，是有什么话要对本官说呀？听说皇上有令，灾区的粥棚一天要供应早中晚3次，粥量可以果腹。眼下每日食粥1次不说，粥桶里的粥清的能看见人的影子，有的人的碗里连1粒米都没有啊！就是啊，1粒米都没有，怎么吃啊？有多少人饿死啊？父老乡亲们，我刘德昭，我有愧大家，我愧对大家呀！不瞒诸位，本官现在也是在场工程计呀。皇上调拨下来的赈灾的粮款早已经用尽了，本官为了与民能够同甘共苦，和我的家人是厉行节约呀，每日也是只食1餐呐，而每餐跟大家一样，同样是薄粥1碗呐。本官除了赈灾，每夜也是跪在佛堂之前，祈求老天爷能够开眼，降下甘霖的。可本官实在没有这个本事啊！奏折向朝廷不知呈送了多少回，可是本官也没有这个本事，
让朝廷能够多给我们大家追加一些救灾的粮款。乡亲们呐，我有愧啊，我刘德昭有愧大家，愧对大家呀！难道朝廷真的没有给咱们拨付粮款吗？你看刘大人的脸色，的确像是多日不曾吃饱饭了。咱们那小皇帝一定忙着对付鳌拜去了，哪里还管得了我们的死活？乡亲们啊，我掏去心窝子说句实话，如今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，受灾的不只是咱们山西、山东、直隶、河南、河北，同样是遭受了旱灾呀。想来，这当今的皇上恐怕也是焦头烂额呀。可是，朝廷难道就眼看着我们老百姓饿死？皇上在紫禁城里，一餐就有几十上百道菜，哪里知道我们老百姓吃糠咽土的苦处啊！唉，哪朝哪代不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啊！诸位乡亲啊，大家稍安勿躁。现下朝廷正在积极地筹措新的赈灾的粮款，乡亲们，再忍耐忍耐，大家再等一等。虽然本官不才，但是本官要与你们大家一起硬扛着，期盼着、等待着这个老天爷能够给我们开恩垂怜。乡亲们，情况大家都看到了，你们围在这儿没有用啊！刘大人他一双手变不出来粮食，啊，大家呀得同甘共苦，对不对？散了吧，啊，散了吧。乡亲们，刚才我已经吩咐过周鹏了，啊，从本官的府上拿到仅有的几袋粮食，今夜给大家多设几桶粥。大家放心，我呢继续发文催促着朝廷，尽快给大家追加一些救灾的粮款，好吗？你们抬头看看啊，如此炎热的天气，乡亲们，大家都省下气力啊，都散了吧，回去歇着啊！哎，歇着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啊，散了吧。哎呦散了吧，走。村子们，追！奇怪，这刘德昭和吴三桂的人，为什么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如影随形？难道是我们之中有内奸？不可能啊！这些侍卫都是你亲自挑选的八旗子弟，我跟我哥哥也不可能是内奸，没有人了。希望如此吧。可能是他们派的暗哨太多了，一直在追踪我们。嗯。
奴才已查看了竹林，没有发现敌人。好，知道了。奴才告退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你把锤推走干嘛呀？这样你哥哥要是甩了追兵以后找不到我们怎么办？龙小弟，你真是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啊！你说你把船放在这不推走，那敌人追上了，不就知道咱们在哪儿了吗？真是。哦，哎，你会不会水啊？不会啊，我从小在皇宫里长大，从来没下过水。那你还当什么真龙天子啊？你当哈鸭子算了。这点我哥哥就比你强多了。我哥哥不仅精通水性，他呀可以一口气憋在水里好长时间都不浮上来的。哎，可是你哥哥一个人会水也没用啊，他还得护着婉心，那怎么从河对岸游过来？我哥哥怎么可能带着丽嫔娘娘下水啊？我哥可厉害了，他会很多本事，只要给他半个时辰，那河边这些树木啊，就可以让他弄下来做一个木筏，直接带着丽嫔娘娘就可以划过来了。再说了，他过来以后看不到船，他也能想办法找到我们。我哥哥就是有这样的本事。以前啊，我还挺自负的，觉得自己是个文武全才。现在才知道，这世上人才太多。只是我很幸运，若你哥哥做了皇帝，未必比我差。哎呀，龙小弟，有些玩笑是开不得的，知道吗？这种玩笑别人开不得，我开个却无妨。行了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咱们赶紧进树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吧。走。哎，等一下。老大，你也太大惊小怪了，这只鸟就把你吓成这样。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吗？我怕有埋伏啊！你以为你真是龙啊？能腾云驾雾啊？老说我武功差，武功差，你武功比我差多了好吗？有埋伏！主子，你们先走。走。重的跟猪似的，累死我了你！好险啊！你那些侍卫太没经验了吧？树林里有埋伏都不知道，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，走吧。龙小弟！龙小弟，龙小弟，你没事吧？你个笨蛋，准是吸了毒烟了。龙小弟，龙小弟，你醒了，没事吧？老大，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。做什么梦了？
我梦到有一个美人在亲我。不正经，一醒来就不正经，是不是？老大，我呼吸不过来。你又怎么了？这装的还是真的呀？哎，你别吓我，陆小弟！陆小弟！陆小弟！心中细流。你又骗我是不是？没有，老大，我没有骗你，我是真的很难受。你再给我坐一下。坐。你这次是装的还是真的呀？陆小弟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啊！陆小弟，陆小弟，陆小弟，醒醒啊！陆小弟！倾城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等找个安全的地方，我再给你疗伤。我没事，辛苦你了。你是为了救我才负伤的，说这些做什么？今天若不是你，我就危险了。只要能真的帮到你，就算让我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知道，你几次留下来不肯随康熙走，都是为了我。其实你不用担心我，那些官兵对我来说，不过是清廷养的酒囊饭袋，根本就奈何不了我。大师兄，若是放到平时，我自是不担心。可是这回你从刘德昭的府上救了孟祥和以后，连续恶战了几天几夜都没有休息，万一稍有闪失，出了意外怎么办？你还知道为我担心，可另一个人只知道为别人担心。大师兄，你别伤心，小师妹不是不担心你，只是在她心中啊，你这个祝哥哥是无所不能的大英雄，根本不需要她担心啊。臭死了！你说你吃那么多干嘛呀？你哪是龙啊？你就是一头猪！你才是猪呢！割到石子儿了！你干什么？要弑君啊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累成这样，你在上面给我装昏迷啊？不是，我哪儿装昏迷了？我刚刚是被你撞晕了。得了吧，你刚刚明明是醒的。不是，我本来真的是晕着的，你走路摇摇晃晃的把我给摇醒了，我正想下来呢，这不知道你这叽叽咕咕说什么呢，我就想听一下，没想到啊，你居然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被我发现了以后，你还行凶把我扔在地上。恶人先告状啊！行，我躲开行了吧？不，哎，老大，你不是。你别生气啊！我请你吃好吃的还不行吗？不是，哎，老大，我这屁股坏了，我追不上你。哎，老大，不是，别生气，听我说，我那时候，哎，不是，老大，你考虑一下伤残人士。走开，快走，快走，二位，慢走啊！越来就走。酒足饭饱，好幸福啊！不过。我大哥跟丽萍娘娘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你放心吧，以你大哥的本事啊，至少保护他自己和丽萍安全脱身是没问题的。但是我们去哪儿找他们呀？眼下整个山西都不安全，咱们只能顺着道往京城走。要是能在半路上遇见了，那当然最好；如果不行的话，就只能在京城碰面了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大师兄，不是那儿，是这里。
怎么了？大师兄，现在啊，你是大夫，我是伤者，治伤的时候不用拘于男女之礼。来，我们这一路上，自离了太原，就遭到吴三桂、刘德昭2路人马的追杀，实在是太蹊跷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行踪和计划了如指掌？对，我怀疑我们内部出了奸细。很有可能。我估计，应该是康熙的侍卫里有内奸，多半是鳌拜的党羽。也可能是吴三桂的人，他在清廷当中安插了不少的眼线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离间康熙和吴三桂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内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知道欢妹现在怎么样？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找点水。钱呀！哎，老大，付账啊！我的钱都在你那儿呢。钱好像都掉在树林里了。哎，二位，你们谁付账啊？谁啊？不是，那个掌柜啊，我们呢原本是有钱的，但是一不小心钱丢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对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赖账的都这么说，我见得多了。不是，掌柜的，我没有想赖账，我们呢只是途中遇到了一帮劫匪，然后我们……哎呦，一会儿说遇上了劫匪，一会儿说丢了，这出来想混神儿，先把谎撒圆了再说。这真没撒谎，是谁撒谎了？真是吃了熊先豹子胆了！哟，不摆个臭架子吓唬我，是不是？你不是撒谎，那好，饭钱付了，哎，吃饭花钱这是天经地义，这个理儿说到皇上那儿也是这个理儿，对吧？皇上来这儿也是这个理儿，的确是这个理儿。不是，这掌柜的，我没有不给钱的意思。那你给钱，快把钱给了。老大，要不然你先把你那个金镯子拿出来，回头给你买几个玉。不可能！这个金镯子是我另外一个兄弟给我买的生日礼物。那日在太原帮你当了一袋粮食，后来有一天好不容易赎回来了，这才几天还没带热乎呢，不能给你。掌柜的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呢给你写个欠条，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来，我给你送10倍啊，不对，我给你100倍。哎呦，呸！还10倍100倍，这混神的我见得多了，可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。你撒着谎，小孩都不信。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我家里真的很有钱。你别说10倍100倍了，1000倍10000倍我都给得起。掌柜，你醒醒好吧，好吧，回头真有重赏，还有重赏啊！哎呦嘿，我可等不及重赏了，我先赏你。小二，有，还有吃霸王餐的，谁？他们俩给我捆了，送衙门。站住！一般遇到这种情形，别跑！
不到我堂堂大清皇帝，居然沦落到付不起饭钱，还被市井小民追着满街跑。啊！行不行啊？这才一会儿扎了10几下了。你嫌弃我啊？这还是我第一次拿针线呢，以前都没有过。这么说，你是把第一次给我了？当然了。哦。你堂堂大清皇帝，怎么能调戏良家女子呢？烦死了！别着急啊，第一次慢慢来。听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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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不见！老大，这次回了宫以后，我一定要把这件衣服好好的珍藏起来。至于吗？不就缝的差了一点吗？你还存起来，好随时嘲笑我是吧？老大，我是跟你说认真的。我贵为天子，却被自己提拔的官员追得如此狼狈。这次出巡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，所以我要收藏好这一件衣服，好时刻提醒自己做一个好皇帝。我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、提拔监督官员的制度，这样天下才能太平。说得好，龙小弟。哎呀，也不枉我昨天帮你缝衣服扎破手指了。老大，这个我们待会儿去哪儿找吃的呀？距离昨天咱们吃的那个霸王餐已经12个时辰了，我前胸都贴后背了。放心吧，有老大在，绝不会让你饿肚子。走。哎，老大，你要不饿的话，你陪我。哎，老大，看到了吗？有一个富商啊，他母亲这个月过80大寿，所以准备在这儿施粥半个月呢。哦，老大，你不让我去当叫花子吧？不当叫花子当什么？咱们俩去酒楼当大爷啊！之前那次是运气好能逃脱，就咱俩这3脚猫的功夫，打又打不过人家，身无分文，怎么逃啊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现在想要脸面，还是想要命啊？那还是要命吧。小招了，小招了！还好这边的百姓都不认识我。谁认识你啊？走吧。挤什么挤啊？明明是你挤我了，我挤你怎么了？我比你爹岁数还大，就你这样子，还和我们这些老不死的抢一碗稀粥，你知羞不知羞啊你？麻烦，再来一碗。没了啊！回去吧啊！没了。啊，没了啊！今天都没了。没了，下次再来吧。哟，后生，你来晚了，这都没了。等一下。给。我说小后生，你可别嫌弃这碗刷锅水了，它总比一碗清水强啊，多少能沾点骨气。你不要，我要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，龙小弟？就是少了点。
对了，老大啊，你喝了没啊？我喝了，我在那边早就喝了。我可不像你，放不下身份。我跟那帮灾民一起抢的，有时候太君子啊，会挨饿的，知道吗？老大，我怎么听到你肚子在叫啊？没有，我这是撑的，我刚才吃特别多。给你吧。我不用，我平时吃的比你多，这肉都藏着呢，现在可挺饿了。什么不用啊？拿着。咱们俩可是拜把子兄弟，说好的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呢。虽然这只是1碗粥，那也得1人1半。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尽快回京城。我要是在这儿多耽搁1天，百姓们就得多受1天的苦。这里离京城千里之远，就算走1天，1天100里，也得走10多天呢。要是能雇辆马车就好了。雇马车啊，我问过行情了，从这儿到京城雇辆马车5两银子，你有吗？哎，我现在算是知道了，什么叫做有钱男子汉，没钱汉子难。老大，要不然你把那……公子，少一点吧，我真的没有了。得吃饭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给我一点吧。走吧。老大，你就让我把那个金镯子给当了吧。等我回了京城以后，立马让人帮你赎回来。不行不行啊，我这个金镯子是我一个兄弟送我的，我那个兄弟心思很重的，如果他知道我把金镯子当了，他一定会很难过的。哎呀，你自己想办法赚钱嘛，别老打我金镯子的主意，行不行？好，我知道你是故意刁难我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我挣不了这5两银子。这才是我的好龙小弟嘛，文武双全，什么都会，对不对？不过你想到什么办法赚钱了吗？老大，你的耳环呢？哦，这儿呢。哎，你的金镯子不能当，耳环可以吧？耳环是可以啊，不过耳环不值什么钱，只能卖10几个铜板。10几个铜板就够了，走。哎，不妥不妥啊！我认为你这个方法非常不妥。明明耳环换来的铜板可以买2个烧饼吃，你非得买这些笔墨纸砚干什么？我卖了字儿以后，你还吃烧饼啊？我给你买10只烤鸭，让你边坐着马车边吃着烤鸭回京城。吹吧吹吧，反正大清吹牛不上税。老大，你别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我自幼好学工书，不到10岁的时候啊，这朝中诸位大臣啊，对我的字儿那是争相收藏。民间更是一字难求啊。如今我沦落在此啊，拿自己的字儿换一点盘缠，不管是谁买了，那都会当成传家宝的。是啊，你最棒，你最厉害，你是皇上，你说了算。发钱了！来客了，来领钱了！你看看，我就说了吧，我字儿有人喜欢。发钱了！发钱了！发钱了啊！都有啊，排好队，节都有。你的，看到了吧？你的字在他们眼里还没个铜板实惠呢。哟，这幅字笔画圆润柔美，清丽潇洒，颇有明代董其昌的风范呢。在世道好的时候，应该能卖几两银子。你居然能从我的字里边看出董其昌的风范，看来你对书法颇有研究啊！不瞒2位，在下萧凤生是也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山西第1大才子萧凤生是吧？惭愧惭愧啊！哎，你是否画过一幅《古道西风图》啊？有啊，不过我当时送给了京城一位友人。听说此画几经辗转到了皇上手里，皇上爱不释手。怎么，你见过此画？啊，那倒没有。
我有一个乡亲啊，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朝中做官，然后我听过这个事儿而已。哦，哎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卖字画，要在这儿乞讨为生呢？世道不堪，灾荒之年，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，哪还有什么闲钱买我的劳师字字画呢？我又不愿攀附那些达官显贵，也就只得乞讨度日了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怪不得先生能画出连皇上都欣赏的大作来。这位兄台倒是萧某的知音呐，不过我也没有别的东西可赠，这枚铜钱我就赠与兄台，好歹也能买碗薄粥。告辞了。哎，龙小弟，现在总算知道了吧？大臣们啊，觉得你的字值钱，并不是因为你的字写的有多好，而是因为你是皇上，天子墨宝谁不想要啊？那些富商要是知道你是皇上的话，倾家荡产也会买你的字的。老大，你就别再挖苦我了。这趟微服私访，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比在宫里边读的所有的书加起来还要多。响鼓不用重锤，那我就不多言了。哎呀，不过我要开始准备去给你赚路费了。我都赚不到，你能行吗？我，李欢，江湖就是我的天下，知道吗？老大，你说的不会是这个地方吧？当然，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，知道吗？走。哎，老大。来，买定离手了啊！买单还是买双？这边单，这边双啊！这边是单。买定离手，买单还是买双？看决定啊！赶紧下注啊！好嘞，下注！运气这么差还赌呢？来，接着来，去！我说怎么没把灯输呢？原来那儿有个小叫花子，滚！说谁小叫花子呢？告诉你，我们小爷有的是钱。有金元宝，真有钱啊！有宝，还掏出呢。金镯子，谁呀？好，有种你跟本少爷。好，赌就赌。好，来。我的，拿上，我们的，再来，再来，老大，算了，见我就收。哎呀，我正玩得兴起呢。老大，好，那个，最后一局了啊，小爷没时间了，最后一局了啊！最后一局，全压了，快压了，压，对，全压上，一把定翻回来，一把定输赢。对，好，没事，给我。一把定输赢。对了，来，豹子来了，豹哎，你干什么？小爷这骰子还没摇开呢。开啊！开啊！倒开啊！对呀，你还能开什么呀？等着啊！来，随便来啊！开呀！
抢什么？都是我的！放下！抢什么？这仨骰子怎么可能要出19点啊？出老千啊？不是，肯定出老千。对呀，我又没多一个骰子，这是小爷的本事，自己没本事还怪我，有你这样的吗？出老千，不能算这个，这肯定出老千，咱不能让他走。这把不能算，再来一把。哎，官兵来抓土了！哎，让他跑了！就这样。几10两呢，这下好了，我们不仅雇马车的钱有了，吃饭的钱都有了。老大，你真行！那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做的你老大呢？哎，拿过来啊！这些钱都是我挣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哎，行，算我欠你的，回头我就还你，行吗？还我？我的利息可高了，你还得起吗？老大，你可不要趁火打劫呀！趁火打劫？全天下哪有你这个皇上厉害啊？大明内乱，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大明的整个江山，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，想过上几天安生日子，可你们呢？朝中权贵搞起了圈地，各地的官吏争相设置各种关卡，变相收取各种赋税，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，一本万利的勾当呢！我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龙小弟，其实这就是我要的利息。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：消除权贵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个利息我一定还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盖章。没有，说了没有？这道纸，哎，陆小弟，你干嘛呀？赶紧估辆车回京城吧，别再节外生枝了。这不刚好路过吗？我这辈子就没吃过霸王餐，咱们还是把没付的钱给人结了吧。别人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。龙小弟还挺好面子，老百姓就怕皇帝不要面子，随便天下骂声一片，民怨沸腾，皇帝却装聋作哑听不见。放心吧，我这次出宫啊，这心也算是真开窍了。哎，走开！哎，两位客官，哎，请。掌柜的，这是上次欠你的饭钱，够吗？哎呀，二位，你们客气了，够了。是不是没想过我们会回来呀？哎呀，哪能啊！二位都是正人君子，肯定会回来。按照我的做派呢，就像你上次那么奚落我，就可以抵了这顿饭钱。不过呢，我小弟为人正直，非要拉我回来还你钱不可。哎呦，是啊。哎，二位爷，不是小的粗俗势力，小本生意都亏不起。这么着，我再请二位用一餐，算我对你们上次那个赔罪，你看如何？不必。哎，可以，有酒有肉。老大，吃白不吃吗？不是你，没事儿，人是铁，饭是钢嘛，吃饱以后再上路啊。万一一会儿路上想买好吃的没有了呢？而且你看老板人家多有诚意啊。就是嘛，哎，赏个脸，二位赏个脸啊！哎，小二，快，请二位爷楼上雅座。哎，这边挑雅座啊！小心楼梯。哎，慢点。啊！好，吃。饿了2天，总算能饱餐一顿了。龙小弟，你现在终于知道了吧？
为什么我这么贪吃？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总挨饿，吃完上一顿，下一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了。我总想着，可着一顿饭使劲吃，使劲吃，这样就不会挨饿了。我明白了，老大，你就放心吧，以后我再不会让你挨饿了。不光不让我挨饿，也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不挨饿。好，我努力，尽量做到。老大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该过辆车回京了？可以啊，我们要把这些点心都带上，饿的时候可以吃啊。也是啊，这里的旱情虽然没有太原的严重，但是估计路上要买到吃的也挺难的。来，再吃点。铁捕头，就是他。掌柜的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上次的饭钱我们可结清了，这顿是你刚才在底下说你请我们的，不就一顿饭的事儿吗？那我们给你钱还不行？你报什么官啊？二位爷，这就不怨我了，你们这胆子也太大了。既然巡抚大人已经全省通缉你们，还敢上我这酒楼来？想不到我身为大清皇帝，竟然被自己任命的官员通缉。